以上內容只係個人心得分享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、邀約或誘使買入任何證券。投資有風險，入市需謹慎。歡迎嚟到 Super J3。今日係2026年3月28日，星期六。下星期一港股開市前瞻，恒指夜期收報24,630點，跌0.89%。科指夜期收報4,683點，跌1.62%。納指期貨跌2.15%。富時易50期貨收報14,479點，跌0.94%。南向資金淨買入33.401億港元。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跌1.9%。綜合數據同外圍氣氛，下周一港股好大機會低開，短期偏弱方向好明確。而影響大市情緒最重磅嘅消息，就係中東地緣局勢持續緊張。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安全受威脅，國際油價大幅飆升。呢個消息會直接推高全球通脹預期，令市場擔心美聯儲推至降息甚至重新加息，資金風險偏好急降，全球股市同港股都會受到明顯嘅拋售壓力。再加埋美股科技股全線大跌，拖累納指同中概股表現，雙重壓力之下，港股星期一開盤同全日走勢都會受到好大影響。呢個係左右大市上落最關鍵嘅因素。記得訂閱、點讚、開鐘仔，下集再見。